今日同大家講下紫苑同埋越秀品峰，因為琴日咧啱好有個粉絲就問到阿豪啦，呢兩個樓盤點樣食飯嘅時間，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個人睇法。其實呢兩個樓盤啊，最大嘅賣點就係隔籬係香山小學嘅書包，同埋咧特別是品峰啊吓，佢周邊嘅商業環境而家嚟講經過咗10幾年嘅沉澱發展啦。因為品峰我記得係13年開發嘅，呢10幾年嚟咧，基本上佢樓下嗰啲基礎生活商業啊，都已經係比較成熟噶啦，完全係可以滿足到我哋小朋友既係響香山小學孭書包，又可以方便我哋嘅各種嘅基礎生活需求。不過咧呢幾個樓盤啊，有幾點我建議大家根據自己實際買房需求嚟權衡利弊考慮嘅。第一就係講品峰嘅戶型，品峰戶型咧，如果而家你要買入嘅，基本上你13年啊已經係超過10年樓齡嘅樓盤噶啦，買裝修過嘅大部分客戶都可能唔係咁接受。要麼你買品峰就係買一個毛坯，但係品峰咧，佢一期嗰陣係有啲客戶係比較介意佢，因為有海沙嗰個問題，所以我建議你哋買後邊嘅2、3期就唔會有呢方面嘅顧慮。不過咧，我有朋友都係住喺1期嘅，其實佢哋都住得幾好。另外紫苑呢個小區咧，佢就距離品峰都唔遠，不過佢就挨咗條博愛路，翻學嘅話就唔可以學得品峰咁樣啦，步行佢係要開電動車嘅。紫苑嘅戶型嘅定位啊有2種，一種就係123方，佢小戶型係冇嘅，呢個樓盤9字頭，大概係總價123萬、134萬，睇你去點樣去定位考慮選擇。因為123萬又或者買品峰嘅，而家都好多9字頭嚇，都係112萬。你買呢兩個小區嘅冇坯房，可能你要增加嘅係2次嘅裝修成本。咁樣嘅情況之下，123萬或者112萬，你大可以考慮隔籬嘅萬科今日中央細少少嘅戶型，又或者加多10幾萬嘅預算，可以買水雲軒，同樣嘅價格。而家係奇光新城，你亦都有改善嘅4房可以揀吓。而且我講嘅水雲軒又好，奇光新城嗰啲樓盤，佢係小學加初中書包一步到位嘅。品峰又好，紫苑都好咧，佢只不過係咩香山小學書包啫。中學讀遠洋中學喺東區嚟講，唔算話係比較 top 嘅一個學校。呢個係呢兩個樓盤嘅學校同埋戶型嘅情況，同埋佢嘅價格吓。仲有點，紫苑咧，佢有個好特別嘅優勢，佢靠住長江路嗰邊啊，嗰啲公寓係住宅性質嘅，有好多喺博愛路，即係屬於開發區嘅客戶咧，佢為咗上佢嘅小朋友孭香山小學書包，佢會買紫苑嘅住宅性質嘅公寓。咁嗰啲公寓大概按照而家市價咧都係40零萬一間吓，20零30個方。咁買間呢啲首付6、7個，月供1600、7蚊，買翻你再租翻出去，基本上係月供覆蓋嗰個月租噶啦。入個戶口就可以參考前2年啦吓，都係可以孭香山小學嘅書包嘅。呢個都係比較性價比嘅選擇。喺東區係為數不多嘅，用咁樣嘅方式去孭到對應學區嘅書包嘅樓盤係唔多嘅。仲有一點咧，呢兩個樓盤啊，其實佢嘅戶型嘅格局啊、得房率嚟講，你話對比於而家嘅新規住宅，我覺得都係一般般嘅咋。只不過你話買套毛坯自己裝修咁就考慮，如果唔係我都唔係好建議你嚟。同埋如果你唔係話太地緣性嘅客戶，即係你父母或者係你自己嘅工作喺周邊啊，方便你哋接送嘅，我都唔係好建議大家去往呢個板塊去走啦。建議往翻去市中心，又或者係奇光新城板塊，佢呢啲戶型嘅得房率麻麻地嘅咋。好似品峰啊，而家賣嘅可能123方咧，佢都唔係嗰種藍白對流。同埋紫苑咧，佢以大戶型為主。如果你買得呢啲大戶型，我點解唔去逸翠苑啊，又或者石岐區啊、東區奇光新城嗰啲有更好戶型環境嘅地方去選擇咧？呢個都係我哋要考慮權衡嘅。咁總嘅嚟講咧，其實買入品峰同埋紫苑咧，最大嘅優勢就係可以自己步行或者係騎行就可以孭到香山小學嘅書包啦。呢個係我認為最大優勢嘅。其次，佢周邊嘅商業配套、生活氛圍咧，還可以，亦都係比較成熟。呢個亦都係比較便利我哋當下我自己或者係我哋父母陪同我哋一齊居住嘅呢個優勢。但係最大嘅劣勢啊，我認為一係佢嘅初中書包一般般，遠洋中學。第二呢，就係呢兩個盤，佢啲戶型已經係接近於淘汰邊緣。最關鍵一點就係兩個樓盤，佢都已經10幾年樓齡，你而家買落嚟，可能再住個10年、20幾年樓齡嘅樓盤呢，未來嘅接手人群，佢呢邊肯定係會有東區一定會有接手人群，但係會將你嘅價格會壓得比較低。我個人覺得大家不妨參考一下。而家石岐區20幾年樓齡嘅，什麼城市花園啊、天明花園啊呢啲，慢慢佢嘅價格都係壓到非常之低嘅，因為嗰個板塊開發強度已經係比較弱噶啦。所以咧，我建議
攞住123萬，基本上可以買到呢兩個小區嘅同時，大家可以去睇下石岐總部或者東區總部，要麼咧就係水雲軒到逸翠苑呢啲板塊都有好多靚樓要揀嘅。如果你唔局限於市區嘅，響市區邊緣啊，博愛路啦、港口啦，又或者係石岐區唔係咁好學區嘅地方，亦都有好多123萬會有好多更好帶有裝修、小區環境都唔錯嘅新樓。有需要嘅你聯繫阿豪哈，專業專注我哋中山房產嘅本地人。有任何需求，歡迎評論區，又或者私信我。好啦，視頻拍到呢度先哈，先食飯啦，拜拜。呢度嘅環境好唔錯啊，食撈肉嘅，有興趣嘅粉絲都可以問我喺邊度下呢個位置。拜拜。